台南大人门古迹公园有7张要100吨的南洋杉，结果煞互人家错起来，甚至搁破坏古迹。另外，伫台南东区有一条巷仔，今年5月也熊熊公告要刷树仔，公民团体就来批评讲，这错树仔甲刷树仔过程拢无公开透明，所以呼吁市政府就要启动树木委员会，互公民会当做伙参与。 工作人员手举电机已经把倒去的这南洋杉切做过，再搁用大型的机具把吐走，留土卡一个大树坑。这是台南大南门古迹公园内面的树木，今年7月无长地方错掉，也引起公民团体抗议。因认为树木是有生命，也是城市文化指标，应该就要建立树木风险检检评估机制，唔通正做错树的借口，让台南变作是环境无友善的城市。 那你用树木委员会，就说遇到台南市范围有树木的议题的时候，可以透过比较专业者的比较紧密的讨论，那再去决定每一棵树它必须要怎么处理跟对应。一草一木拢是精心设计，拢袂使去甲伤害到。你讲规排拢总斩妖，迄是看袂得过。我毋知委员会安怎决定。 护树团体强调，救树仔大先爱了解病情，改善生态地环境，唔是破病了后就爱随厝药啊，或者是甲扑掉，这根本就是用唔对方法。事实上，早伫5月，这台南东区的乌庆巷也打出告示，要甲3社的树仔刷掉。经过当地居民抗议了后，才先暂停。即期市政府甲这100年的老树刷掉，说得无公正的评估标准。 我觉得树木跟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，所以其实如果可以医治它的话，就尽量用医的，因为毕竟树要长成是需要花一段时间的。那当然，我觉得如果说有立即性的危险呢，还是必须要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。公民团体呼吁唔通单方面公布要错树啊，也呼吁重新启动树木委员会，甲专家学者意见采纳入去。你说一个大平台，其实大平台也不一定合乎现在每个机关的需求。 所以还是回归到，就是说各机关去处理自己的树木，因为每个机关的属性其实也不能像我们跟文化局属性非常的不一样，然后变成说他们去处理可能说我就觉得其实也比较弹性的。 民间团体强调，这树木的健康度不只是靠仪器检测，应该爱综合考虑到树木的所在环境条件，包括到土壤品质、排水系统等等，这因素拢是直接影响到树木的健康，也个结果强度，唔是为食物病理的角度来判断。市政府表示会重新检讨，也建议重新启动树木委员会，把检验数据放伫网络顶头，和民众建立共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